近幾年咧就好多人咧就會問啦，係咪養寵物咧一定旺宅咧咁樣？嗱，兩睇啦。屋企有個寵物嚟講咧，最少咧就有生機嚇，而且咧所有嘅寵物咧都會有靈性嘅，不妨咧屋企咧都可以咧養下寵物㗎。嗱，所謂嘅寵物唔係一定係貓貓狗狗嚇，有時咧譬如鸚鵡啊，如果係細啲嘅，譬如魚啊都可以㗎噃。咁屋企咧有喐動嘅嘢，對整體嘅磁場同埋風水咧係有所幫助㗎噃。因此啊，唔理你養狗或者養貓都好啦，自己都要有個耐心嚇，唔好咧真係養咗2-3個月之後咧，就可能掉咗佢咁樣，反而咁樣就對自己運勢有所影響嘅噃。當你攞個狗翻嚟嘅或者貓翻嚟嘅時候，你對佢哋特別好嘅時間，其實會有個福報嘅，等同一個家庭成員一樣。另一方面咧，你嘅劇本嚟講咧，有機會同呢啲貓或者狗，特別係狗啦，咁啊會有成3合可能。合咗之後變咗你嘅財富，令到你嘅財運有所幫助嘅噃。另一方面咧，有啲人覺得咧貓可能係等於老虎啦。咁如果你同老虎係能夠去做6合或者3合，合咗之後又係你嘅喜用神嘅，咁樣咧都有啲幫助嘅噃。整體嚟講咧，養寵物嚟講咧係對整體嘅家庭嘅成個能量嚟講咧係有幫助嘅。但係咧都係嗰句啦，對任何寵物都好啦，有耐心同埋耐性。當自己嘅家庭成員，咁樣先至可以幫到自己嘅噃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